無敵の笑顔でラスメディア小さな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こと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今日何食べた好きな本は遊びに行くならどこに行くの何も食べてないそれは内緒何を聞かれてものらりくらりそうだんだんとだけどさんさんと溝で見えない秘密は蜜の味あれもないないないこれもないないない好きなタイプは相手はさ答えて誰がお好きになることなんで私わからなくてさ嘘が本当か知り得ないそんな言葉にまた一人落ちるまだ好きにさせる誰も金を奪われてく君は完璧で究極なアイドル金輪際現れない一番ポスト生まれ変わりその笑顔で愛してるって誰も彼も虜にしてゆくその瞳がその言葉が嘘でもそれは完全な愛はいはいあの子は特別です我々は花からおまけですお星様の引き立て役 B です全てがあの子のおかげなわけないしゃらくさい妬み嫉妬なんでないわけがないこれはネタじゃないからこそ許せない完璧じゃない君じゃ許せない自分を許せない誰よりも強い君界を認めない誰もが信じあかねてるまさに最強で無敵のアイドル弱点なんで見当たらない一番星をやっと知ってる弱いことなんて見せちゃダメダメ知りたくないことは無説に唯一無理じゃなくちゃいやいやそれこそ本物の愛得意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流れる汗も綺麗なアクアルビーを隠したこのまぶた歌い踊り舞う私はマリアそう嘘はとびきりの愛だ誰が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信じてる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そう欲張りな愛みんなのことちゃんと愛したいから今日も嘘をつくのこの言葉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日を願ってそれでもまた君の君にだけは言えずにいたけどあやっと言えたこれは絶対嘘じゃない愛してる早晨，一聽下就係真，一聽下位就知我真係啱起身。啱瞓啊，師傅！今朝啊，個同事啊，黐線㗎，無啦啦同我講話，唔係今朝，尋日話我哋聽日開會啊，Luna 話好，開，跟住佢話好，我哋聽朝開9點，我心諗我屌，我平時正式返工時間都係10點嘅，雖然我平時係冇10點起身嘅，其實跟住我冇10點返工嘅，跟住佢話我哋聽日開9點咯，跟住我就我屌，好，你話開咪開咯。好啦，跟住到我9點，咁我9點開，我唔係9點起身噶嘛，咁我即係8點幾要起身啦。咁我起咗身啦，刷完牙洗完面啦，坐定喺度啦，開定個孫仔出嚟等佢入嚟開會啦。我屌佢遲到喎，頂你個肺啊！火都嚟埋，又點啊你爸？今日又嚟吧？點啊你爸？唉，唔好意思，今日突然間改遲1個鐘，我哋多謝亨孩仔準時掛準時咩啊？
真是咩？真是待機 ，sorry， 字都唔記得點講。個嘈嘅字。早晨啊，晴 B， 早晨啊，九叔，早晨香奶仔，早晨 Yui， 仲有邊個？早晨自己。安安換成下手，我當見到李白嘅嗌。安安換成下手，有睡飽嗎？沒有，還想睡。不過沒關係，反正我自己也有東西要做啊，所以要起來。下次到我遲到唔好啦。其實返工我都好少遲到。哦，咁要做嘢噶嘛？邊度李白？我啱先見到李白，唔緊要咯，可能我睇錯。今晚要早啲瞓。其實本身尋日我本身咧冇咩特別嘢做咧，就諗住早啲瞓噶啦。2點零嗰陣時諗住畫完，因為係大家睇下我進度，工作進度就唔好理佢啦，不嬲都唔做嘢啦。我 Live 2D PowerPoint 已經完成啦，各位，耶！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歌會嘅時候有新圖用啊，有新嘅紙片老婆用啊，太開心啦，實在係。跟住歌詞嗰度就其實我都未 exactly 揀晒啲歌出嚟，暫時揀咗10首，所以70% 啦，定咗版面設計已經搞掂啦。我哋今日專攻佢和音 OK， 我哋晏啲就開始啊。今日攻爆喎，佢今日錄得幾多首？一日錄得幾多首？我都唔知係錄咗幾多首。冇錯，你睇個台可以聽到我錄歌。之前喺 Space 都開過，無啦啦自己開出嚟錄歌。之前喺個 Space 嗰度無啦啦開個喺 Twitter 開個 Space 跟住錄歌咯，但係大家係聽唔到錄名咯，即係唔知做乜咁樣咯，係。自由奔放，純粹係開台出嚟掛下時間。喂，啲人去晒邊㗎嘛？開遲咗就冇人啦，唉，唔緊要啦，唔緊要啦，開下啦。我見大家有陣時都話慣咗睇工作台，咪開下俾你哋。反正我自己都要做嘢。如果我唔係開工作台，我唔起身嘅，你知唔知啊？我真係可以唔起身，我瞓到晏晝2-3點先起身。如果早認識我嘅朋友就知啊，我真係可以瞓到晏晝2-3點先起身，慢慢做嘢，跟住做到夜晚4-5點，好唔健康嘅生活，咁係唔啱嘅。所以大家早啲瞓，好冇？就點解我仲見到子路嘅？我覺得佢因為就改完名之後改唔翻嚟，係咪？李伯興唔記得住，係啊，都話咗唔係我睇錯啦，係佢真係冇轉到。恭喜！寶等喺度收皮。唉，亨孩仔呢啲真係收皮，大不敬，搞錯，半週年歌會竟然睇報道，你食屎啦！早安，子路，怎麼辦？我快要忘記你的真實名稱了，雙慶對不對？而家遇到嘅真愛粉咩？即係而家嘅都係真愛粉吓？咩真愛粉？講緊咩？古人們幾時改翻？佢，但是我好像，他昨天有跟我說，因為他 YouTube 那個名字好像有限制，不能改很多次，他好像已經改完了。好眼瞓啊，唔知自己講點樣開始。係啊，阿媽咪係喎。女子會今個星期女子會媽咪係開始自言自語，開始變咗平時傾電話自言自語，冇鬼唔得，醒啦，唔好再瞓啦。我哋呢個鐘就先休息一陣先，陣下晝食完飯就應該就係醒啦。對，我要把你的名字記起來，所以你不要再吃肉醬，好不好？我哋日頭做啲咩呢？本身諗住如果今日正常開咧，日頭係畫咗張縮圖去，跟住之後晏晝錄歌嘅，剩翻1個鐘就實質係畫唔切都要做㗎。好，我哋做住先啦。個女子會搞咩呢？那個女子會今天啊，不是今天，這個禮拜開出來吧。呢度，這個禮拜只有開2個直播。
晚上，這是星期六的14號的女子會跟星期天的歌會我已經把數圖做好。大家聽唔聽到我今日開台個 tension 勁低，因為真係勁攰。唉，唔緊要啦，俾你陪下平時喺屋企我係點啊？俾你哋見下平時喺屋企我係點。開台同平時屋企點都有啲唔同嘅。其實唔開台嘅時候我都唔好講嘢，即係咯。正常因為自己一個喺屋企肯講嘢嘅，黐線嘅咩？精神病患者嘅咩？屋企自己係咁講嘢。唔係咧，我覺得啱。唔係啦。哦，撳翻個 like 俾我得唔得？撳翻喜歡先得唔得？各位師傅，咁啊書寫翻喜歡多先。有唔撳，唔提就唔撳，係咪唔提就唔記得你班友？咁樣日提住你啊！咁樣日錄個音俾你哋喺啲知道。喂 BB， 記得要幫我撳翻喜歡喎，咁使唔使啊？日日都提。好餓。我提啊，原來咧嗰個西瓜 game 咧，我覺得嗰個佢咪會彈嘅，得合拼埋嘅時候會彈嘅。佢彈嘅時候咧，彈嗰條線咧係會真係會即刻停咗個 game 喎！屌，好戇鳩呢件事，邊度死啊個 game？點解我唔戇鳩啊？所以我上次同劉劉玩嗰時第一鋪就已經 bug 咗，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佢合拼嘅時候嗰個水果彈咗上去，跟住就 bug 咗，真係好戇鳩呢件事。可唔可以修復你？可唔可以修復你個 bug？等下先，揾翻嗰個 game 先。我做啲咩？account 設定係嘛？屌，我做緊啲咩喺度？開始唔知自己做啲咩，唔緊要。入排一啊！咪26呢啲就乖嘅小朋友。對，我都好眼瞓。情 B 尋晚我咁樣，情 B 勁恐怖，多家咁樣抱住我個，勁恐怖。早啲瞓啦，講頭。中午啊，啱，入台即啦，可以要咩？因為我就係平時屋企就係咁啊，我好難每秒都咁高 tension， 好辛苦，尤其是啲眼瞓日子。好，但係今日我哋俾大家見識下溫柔嘅我，因為平時屋企就係咁咯。邊有成日都可以咁多嘢講㗎？精神病咁樣，我點揾唔到 game 出嚟一屌！人設嚟講，我係一開始係有諗過人設，但係最尾都係算啦，算鳩數咁樣。維持人設係幾好難，我想同大家講，維持人設係幾好難嘅事，認真。要錄音要啊！啱食晚飯錄啊，啱起身點錄啊？雖然和音實質上嚟講 hea 啲冇人覺嘅，實質上嚟講係咁講，但係坐陣先啦。簡單啲嚟講就我懶，坐陣先啦。簡單啲嚟講就我懶。我 like 咗嗰啲 game 點解揾唔翻嘅？我要 download 喎，星期六要用喎，大佬。燒肉，我今個星期同佢哋食燒肉，一邊食燒肉一邊傾偈。唉，講下先。點樣？大家可以期待下點解我哋幾個女仔喺唔同國家都去燒到肉，地已經人知啊！我只要 like 個錄音。個錄音，我睇得太遲 ，sorry。嗰個留言個 chat room 我睇得有啲慢，可唔可以體諒下我？我要錄音啊！又唔識有咁啊！先有人用本人性格做人設。我本身有諗嘅，個人設嗰啲本身有諗嘅，但係諗完一紮之後，跟住發現其實要維持人設好難嘅事。我覺得。Benny 啊 ，sorry， 而家先見到 Benny， 早晨啊！今日我好攰啊，所以咁上下啦。我哋下晝先至開心啲好冇？就 B 早晨，就 B 又唔提，唔好再講啦。其實本身要做啲瞓嘅，但係跟住發現啲好驚天地泣鬼神嘅事，跟住搞勁耐先瞓。詳細咩就唔講啦。class
維持人設好難㗎。如果唔係咧，跟住係咩？唔好提啊！陳馬船唔好提咧，好曖昧講得。好彩我喺日本咋。如果咧呢啲 V 咧成日直播咧，成日講陳馬船唔好提啊，跟住啲人就會開始嚟了啊！佢哋做咩事啊？佢啲咩關係啊？隔住個海，你覺得佢有咩可以做啊？最尾咪講人壞話。咁樣個人設咧，個問題係咧，因為我本身就唔擅長講大話，我諗大家睇下跟得台多知。本身嚟講咧，我就唔擅長講大話呢樣嘢嘅。明唔明咧？咁你人設某程度上都係講大話啦，其實。咁如果我覺得我如果嗰啲人設正常都係嗰啲咩，我唔知啊。正常如果受歡迎賣得出嗰啲，應該都係嗰啲咩斯斯文文啊、溫溫柔柔嗰啲啦。嗱，我真係唔知啊，我估嘅啫。我估戴頭盔先有冇你？戴翻頭盔先好冇？14分鐘已經要戴第一個頭盔，好危險啊！最加咪要眼瞓。今日個台又係極危險。咁通常賣得出嗰啲人設都係溫溫柔柔嗰啲啦。我估啦嚇，我估㗎咋。咁啊，以我嘅性格，應該個直播去到應該唔夠一半嘅時候，就應該要爆翻自己嘅真實性格出嚟啦。咁即係嗰句啊，點解嗰陣時日本個平台點解可以扮斯文呢？係因為本身語言不通嘅關係。咁日文好難有日文係可以真係攞去釣鳩人嘅嘛。咁所以就勉強仲可以扮到。如果講廣東話做直播要扮人設，應該真係搞唔掂。所以其實我都幾真實嘅啦，喺大家面前。咪提咗，唔建議。我哋唔好提尋晚嘅嘢啦，好危險。我重新多次我日本啦，大家冇諗太多。隔住海咩都做唔到啊！啱先有個蛋糕，好味，食咗一塊蛋糕，唔提。你開到人設好好，你開到人設哦，你開到人設好之後，就香港市場人格分裂，就人唔啦，好麻煩嘅，唔啦，不了啦，因為經營人設太麻煩，我覺得。你哋覺得我即係講真，你哋覺得我啲咁嘅性格可以有啲咩人設可言啊？人設呢啲一破防就冇噶啦，但 set 自己嘅人設就冇錯啦。所以而家就係我啦。好，冇錯，我哋剩翻嗰張縮圖就係星期六嗰張。我想話要講中文啦。今天還要在嗎？我要講中文嘛？我講中文你會聽嗎？我而家呢個毛質直情係我平時屋企個毛嚟喎。佢連直播毛都唔係咁啊，點算？各上堂先，拜拜。要講中文了，你不在我都不講。唉，攰。頭一個鐘就 hea 下先。不過唔係，我想講張圖畫得勁靚，我覺得。我自己講，自己畫得靚。嗰張星期日用嗰張新嘅 PowerPoint，我覺得畫得幾靚。唔知攞出去賣唔到錢啊！呢個畫風認真。其實一到上照，喂，大家有咩睇法？呢個係溫柔嘅一般魔女，一般咩聖水？屌你老母救贖你冇嘢啊！休息多啲啦，又唔早啲瞓啦，今晚早啲瞓。廢話，日日都每一次直播自己都話自己會早啲瞓。午安，收見啦，午安。今天因為我好想睡覺，所以今天這個台連那個開台的情緒也不是單純我在家的情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平常在家是怎樣的。抵啦！你哋啲人唔係就想知嘅咩？哇，個 V 平時唔做嘢唔開台就係點嘅咧？咁樣收花屌！建議真係早啲瞓，你又唔提我早啲瞓，教室正解。喂，
我冇講錯啊！但我最睇個台，每日都叫佢早啲瞓，冇一次成功。我覺得你哋應該咧要輪流咧喺個 D.C. 度啲人打次，早啲瞓啊，早啲瞓啊，瞓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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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煩到我去瞓為止啊！我本身尋日真係要早啲瞓㗎啦，今日真係早啲瞓，今日真係早啲瞓，今日真係早啲瞓。你係咪戇鳩咩啊？做咩要鬧我？你唔係上堂咩？抵啦！俾你班人睇到平時我喺屋企係點？你哋嗰啲人，你哋嗰啲人，你哋啲人唔係最中意想知咩？哇！嗰位平時唔開台嘅時候，私底下係點嘅咧？到底佢私底下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冇錯，我就係咁樣噶啦。抵！唉，我哋繼續做嘢先，認真做嘢先，因為做唔切啲嘢。摸女就乜嘢？亨下仔，我已經亨下仔填咗博調申請表，我哋晏晝先調好唔好？有啲攰噶嘛，攰到連調人都冇力啊！而家你瞓唔着應該唔關我事。到我哋錄音，你哋喺 D.C. 度錄音啊！早啲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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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瞓未？輪住每個人。你瞓唔着應該唔關我事，關住你啊嘛！又開始亂噏嘢啦。喂，其實都幾危啊，成日講呢啲嘢，我覺得自己。不過就真係最尾就句啊，戴翻個頭盔，因為我住日本嘅，唔通你真係過嚟咩？啱唔啱啊？所以大家冇諗太多。好，我哋整緊縮頭先，整女子會縮頭，冇錯。今次女子會一邊燒肉一邊傾偈。咁究竟佢點燒肉呢？大家估下，大家估下，你覺得我隔住個海？媽咪喺台灣啦，阿卡莉同埋慕斯喺香港啦，講唔講得㗎？應該講得嘅。跟住我哋點樣可以隔住個大西洋都可以燒到肉咧？大家可以諗下。其實呼之欲出啦，我覺得。呼就走先拜，好危險，去禍害所有男 V， 所有入親嚟嘅男 V 都會俾我老屈啦，俾我亂噏嘢啦，好危險。6瞓啦，柒頭。直播燒肉俾大家睇。有個咩啊？屌，我咪喺個周表寫咗啦，咪睇㗎。又放出嚟，放邊啊？等陣先。有冇搞錯？你唔睇我啲嘢，平時放出嚟唔睇。我平時放出嚟唔睇，咁你 follow 我 Twitter 為咩？我想問下。咪真係問嘅，呢個可以，呢個簡陋版可以擺個擺先。有冇見到啊？呢個啊，國際燒肉時間啊，咪寫咗俾你咯，師傅。明日復明日，明日之其多。喂，做咩突然間念詩啊？你要轉翻古人 account 先可以念詩啊！我睇貓，好啊！明日何其多，睇貓，即係睇嗰啲廢片係咪？人生有好多重要嘅事等住你做，唔好睇咁多廢片。識話又唔識話自己成日睇。啊！我話唔係好咧啊！我諗我點畫啦？呢個 OK。有 idea 啦！呢個好快呢個要畫，1個鐘應該畫唔切嘅。唔係喎，剩翻半個鐘啫，我屌！我做咗啲咩嚟？呢半個鐘冇人知我做咗啲咩嚟，進入咗奇幻嘅空間。晏晝要錄音啊！好，我哋俾心機一齊錄音 ，OK？ 錄和音好快啫，應該。即係有咩叫你咁做？我知啊！我成日都係咁噶，成日都會聽下先啦，咁樣就聽下先啦，跟住就再會有明日嘅明日，包括早瞓都係今日做，啱啊！大家平時幾點瞓？認真問，大家平時，我想講呢，尋日呢 D.C. 唔知大家有冇睇啊？定係我唔知，大家係咪瞄咗 D.C. 我都唔知。哇！屌，做咩無啦啦開自己上住黐孖筋先？尋日 D.C. 咧，香港尋日個直播就成日改咗名啊，
尋日個直播淨係改咗名啊，唔建議初見入嚟睇啊，勁驚！你喺初見一打開見到條友黐孖筋咁樣，就冇啦。即係尋日直播名都講明，但係竟然喺呢個咁混沌空間入邊，竟然尋日有初見。雖然我尋日冇一齊玩，但係竟然有初見加咗 DC。唉，我覺得我直播真係越嚟越黐線。今日可唔可以正常啲？見唔見到今日個 title 係咩啊？今日見唔見到上面寫有咩啊？試下做正常人啦，大家。今日試下做正常人好冇？我今日我要錄個和音，大家唔好喺度搞笑喺個 chat room 度。我真係會笑錄唔到，陣間笑錄唔到我打爆你頭啊！哇！有乜夜晚先嚟做 gym？ 好，開始今日嘅工作。我個話先，有咩 V 有咩觀眾啊？點解我哋會正常？嚇，我好正常，我唔係白卡噶，我點會係唔正常？係今朝係有啲悶嘅，大家悶可以離開冇乜所謂。喂呀，Hunter 仔點樣啊？唔要估人啦，咁啊，拜鳩拜啊！估人肯定冇啦，完咗啦。記得少少詩詞歌冇，唔識呢啲喎。以前咧讀書嗰陣時咧，要考要背嗰啲咩唐詩300首，不過唔係300首咁多，要背嗰啲唐詩300首嗰啲咁嘅嘢咯，嗰啲咁嘅嘢咯。有個咩？一首咧係可以寫係1999講嘢，有一首係歌嚟嘅喎，你知唔知啊？有一首係王菲唱歌嚟嘅，跟住嗰陣時啊，好深刻印象咧。嗰陣時個老師就係話今場嘅詩詞你都背唔鬼到㗎啦。咁其實呢首詩詞咧，有人作咗首歌出嚟唱出嚟嘅，大家聽咗佢咁就記得點樣背㗎啦咁樣。佢嗰陣時係上堂嘅時候播俾我哋全班聽。就幫我哋背嗰首叫咩咧？嗰首叫咩？冇人知嗰首叫咩啊？可惜咧，仲係先係拜鳩拜Hunter仔。你而家正常，糖糖出現時唔正常。糖糖出現嘅時候而家都少咗啲啊，出嚟都好快就走啊，通常都。只是做人家係咪？唱普通話嘅但係唔記得我哋 search 過。我哋點解個台凹凹凸凸嘅咁啊？我屌，原來部跌落去，唉，好廢！邊 Q 個亂擺嘢，冇錯，嗰個就係我。只是做人家係咪我呢首嘢我都唔記得喎。search 下先，我覺得幾好聽。只是，哇打錯字㗎嘛？只是在，我打錯字好似好正常對我嚟講。冇喎呢首歌，冇喎 search 唔到嘅，係咪唔係呢個名？係啊！水咩？咪又係水調歌頭咩嚟㗎？係，大家有印象就應該係嗰首啦。我記錯，千里共係啊！嗰叫咩名？嗰個叫咩名 ？Yes， 但我唔知佢叫咩名，嗰首歌係叫咩名？有冇人可以試寫下歌名未啊？鄧麗君啊，王菲，好似鄧麗君都有唱過。但願人長久，有冇成寫咗啊？但願人長久啊！呢啲就係啦，有 MV 㗎，原來呢首做乜嘢？咁耐嘅歌有 MV 㗎，原來認真冇。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唔識讀。今夕是何年？今夕是何年？大文人寫嘅詩，呢個係邊個寫㗎？我想問呢個，呢個詩係缺啊，謝夕陽無限好。喂，抽完喎，情 B 冇事啊？瞓醒咩啊你？你咪又係咪未瞓醒？我想問有冇人係特登起身跟工作台嘅？應該冇吧？冇吧？應該冇係咪啊？冇人會咁早特登咁神心起身跟工作台嘅。如果係嘅，同你道翻個歉先。我今日真係今朝真係好眼瞓，開完會之後勁辛苦勁攰，忍唔住瞓咗陣。老屋企人聽，呢個真係唔關我事，因為係屋企人以前咧佢有聽，所以我先至
所以我先至識嘅咋，唔關我事㗎，我咩都唔知㗎。同埋個老師有講咯，個老師講之前呢，屋企人有聽過，所以有知有聽過呢首歌，但我唔知原來呢個係依家係一個詩詞歌賦，就唔知啊。嗰時加晒粗口，嚇點解呢個嘢可以加啲粗口去背？你都真係犀利喎！頂未轉呢先，一直都係呢個司馬遷好服喎。你轉翻先好冇？肯定就係做乜嘢？古人又要出嚟，今日唔好再玩古人啦，唔好再玩古人好冇？今日佢嚇親啲初見有病。不過尋日攞我見到半夜嘅時候，佢話跟翻台覺得好搞笑。哦，唔緊要，我尋日有少少有一刻有諗過嘅。唉死啦，玩到咁癲，咁啲初見入到嚟都好難融入呢個黐線嘅氛圍喎。不過後尾我見大家玩得咁開心，我覺得都冇所謂。開台都係想大家開心嘅，一次半次好啦。一嚇走晒啲初見啊，條女紅起，因為你啱仆街啊，聽唔聽到啊？打爆佢頭啊！等先，我想講翻樣嘢。尋日捉到亨太仔睇雷羅，因為我都有睇。捉到亨太仔睇雷羅 ，YK 不嬲都睇啊！我都已經心淡啊！唔係YK 睇雷羅先，因為仲有邊個？仲有得啦先，除咗亨太仔，仲有個嘅，仲有個26，係我記得捉到。我講咗啦，我會記得你啲嘢噶。你仲未告退咗勁耐，跟住又話自己先行過去，跟住企喺度死都唔肯走，賴死唔走呢條友。26同埋收皮啦！26你笑乜嘢？亨太仔26你都有睇啊！我知啊，我見到啊，仲話有問有冇觀眾場啊嘛！我知啊，點解我會知？因為我都有睇啦。我講咗我收台就會睇人哋啲嘢噶啦，我留唔留言係一回事。我留唔出聲係一回事，我有睇嘅。大家啲朋友嗰啲台我不嬲都有碌嘅。你班友，下次叫司馬遷啊！你唔好嚇鳩雷羅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嚇鳩雷羅？你哋嗰啲啊，小心啊！老婆隨時 check 手機啊，佢老婆開埋 GPS 添啊！而家定位呢個仆街，又捉啲。喂，早晨啊！Night Chan， 早晨啊！啱今日因為有眼瞓，所以工作台晏咗個鐘。早知打初見先啦！屌，仲要侵入大批個人出嚟，可唔可以唔好咁啊？嚇親我啲 friend，可唔可以冷靜啊？各位冷靜！我見唔見到今日嘅標題咩？嘗試做個正常人咯。早知打初見，唉，曹氏入場3000字入場，唉，冇啦，唉，又去睇第二個女人啦！我一收台又去睇第二個女人啦，開24小時台咯，開夠24小時台咯，等你仆街睇第二個啦，等你連轉台機會都冇，轉台啦！我開24小時，有本事你轉咗就唔好返嚟，勁嬲！再講咩啊？係啊，頭先喺 Twitter 見到咧，台灣又出珍珠披薩啦！各位台灣有機會去台灣或者住喺台灣嘅朋友，又出珍珠披薩啦！揮動史記支持你嘅內疚，究竟係你嘅史記爛先啦，定係我嘅內疚完先咧？實在係太令人驚訝呢件事！你嘅史記再咁樣揈法，真係會爛，係咪講笑？古人全面準都唔好啊！收翻埋你啲 account 啦，我哋遲啲不如歌回咧，整個古人歌回嚇乸死人，認真整個古人歌回嚇乸死啲人。有冇聽過呢首歌？幾多年前？不如幾多年前睇下先。媽咪朵。2年前冇可能咯，呢首歌2年前，你呃我啊？佢
佢2年前 up 翻上 YouTube 啫。唔知幾時好寫。我就有 soft copy 印史記嘅。要揮嘅話，有邊個唔拎本歷史書嚟揮最冇用？講起書呢樣嘢，以前呢有講想當年，係咁上，即係變咗老人台咁樣搞法唔搞唔掂，成日都想當年。又大本又唔睇，喂！而家嗰啲書呢，認真嘗試，而家嗰啲書呢，即係返學嗰啲書，咪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一本咁厚噶啦。你明唔明我講咩？以前想當年我仲係一個，即係想當年係我同安石仲返學嘅時候呢。咁啲書好厚嘅，勁重嘅書包。但我想知而家嗰啲係咪唔係嘅？即係可以拆開好薄一本定點啊？以前咧勁重啊，個書包超重啦，跟住又唔想帶書，就會唔帶書翻學咯。咁你唔帶書翻學，你上堂要用書噶嘛？於是啲人就會去借隔離班嘅書，跟住啲老師會捉嘅喎。你做咩借書咁？其實冇所謂啦，我覺得。而家諗翻轉，其實覺得冇乜所謂啦。你借本書翻去，你借你同學本書上堂，又唔代表你唔聽書嘅。冇衝突噶嘛呢樣嘢，雖然嗰陣時大部分唔上堂嘅學生都係唔帶書嘅。2000年前早啊，太子 B 今日使返學，歷史書賣晒俾啲師弟妹冇得揮啊！啊，仲有呢個買賣舊書嘅買賣舊書。我講呢個，我第一諗起以前呢。經過有啲商場呢，咪好多啲舊書鋪，即係一到嗰個升學季節，咪勁多啲人買賣舊書嘅。跟住呢，成班呢嗰啲好戇鳩喎，即係當你畢咗業之後呢，即係你 exactly 畢咗業中學畢業之後啦，咁你個樣會睇得出你有冇即係嗰啲咩啊？睇得出你係有讀書定冇讀書。有啲同學個樣生得比較早熟嘅話呢，就會望落係唔似仲讀緊書嗰啲人噶嘛。有啲天生有比較童顏嗰啲呢，係會覺得哦，你仲讀緊書喎，好似。跟住有一段時間係，定係而家都係㗎。即係你出街嘅時候呢，經過嗰啲有舊書鋪嘅商場，有冇佢哋會捉住啲人問噶嘛？要唔要買舊書啊？要唔要賣舊書咁樣噶嘛？即係如果你有俾嗰啲人捉住問你有冇買舊書嘅話咧，就係覺得哇，我仲睇得好後生啊！有啲女仔 friend 咧有一個咁樣嘅，有一個指標喎，大家知唔知啊？書唔係放 locker 嘅，冇 locker 啊，廢學校。翻完啱又 in class， 唔識讀，但我知個咩字，我係唔識讀嗰啲字。加油啊，太子 B， 又要做功課啦，俾心機 OK。我哋啲女同學中間呢，唔係中間，女同學入邊就有咁樣嘅嘢咯，即係睇下你出街嘅時候又會俾人捉住問嘢買賣舊書，就覺得哇，我仲俾人問緊買賣舊書啊！我真係好後生啊，個樣痛眼啊咁樣，好鬼無聊。入機鋪俾人，係啊！入機鋪俾人 check 身份證啦，入馬會俾人 check 身份證啦，即係呢啲有冇？喂，冇啦呢度咩？唔係喎，有喎，好多都係小朋友呢度。睇我台好多小朋友係咁教壞細路，瘋狂講粗口。有冇俾媽咪知啊？有冇話俾媽咪知啊？媽咪啊，高 V 講粗口啊？有。Hannah 仔幾多歲？我想講，係喎，講起呢個，我已經睇咗大家個生日表啦。咁後生咩？我啲咁後生咩？我啲嚇親我，拉翻出嚟睇下先。填咗未？你哋嗰個年份其實勾填得嘅冇所謂嘅，但係我唔知點解要識年份，有冇尊重問你生咗問埋你幾多年？黐孖筋。係開始醒啦個人，畢咗業都俾人 check， 冇日本冇人 check 我而家。第一次同 friend 入馬會俾人 check， 入馬會做乜嘢？嗰啲寫咩？我落彩咗都係，落彩永遠都冇中過。有冇人有中過落彩？想知？
參觀入去我信你去參觀啊！參觀，哇！太子勁後生，真定假個年份？超後生，有咩上到而家摸你個老婆？死啊！太子叫我老婆，俾人圍攻啊你，小心啊你！呢個朝朝佢話有冇啲咩想同而家網嚟講？佢話雖然並不是很清楚台主生日幾時，喂，朝朝唔知我幾時生日喎，死罪嚟嘅喎，搞錯！大家高呼一聲我幾時生日，搞錯啊！博調申請表呢啲，佢填緊嗰張係生日調查，唔係博調申請表喎，師傅，佢填錯嘢喎。佢真係填錯嘢喎！佢係話我唔知你生日喎，搞錯，唔記得自己老婆生日，搞錯，勁嬲！哇，情必勁後生，2023年，你先得幾個月大啫喎，真係 B 嚟喎！Hi，I'm B。平 B 係真係一個嬰兒，真係一個嬰兒，幾個月大，戒奶未啊？上個月喺日本買酒俾人 check， 收皮啦！有冇咁童顏啊？個個可扮後生，而家係咪啊？個個都話自己好後生㗎咁樣樣。我話我18，你哋信唔信？好難答呢個問題。咪即係有啲難答喎，你想我答你咩？信同埋唔信嘅，得兩選擇啫嘛。信唔信？唔咯，我揀。我揀唔咯。我答你唔到。上次出街有人問我幫唔幫家人整平安鐘，我話唔使。點知佢夠薑到問整唔整平安鐘俾自己？整俾自己？喂，呢個人好夠膽喎，即係咩意思而家佢？佢膽有啲大，我覺得係佢應該唔係針對你咯，我覺得佢本身份人係有啲戇鳩咯。做 sales 做咁戇鳩，搞唔搞得掂啊？同睇 friend 買10月20啱啊，冇錯啦。26係咪唔記得？26係咪唔記得？同我罰抄8次。Luna 12月20號生日，同我罰抄8次，屌你！投票。我投票俾你 emotional damage 係喎，佢無啦啦問緊邊秒鐘中佢自己啊！黐線，我哋開個投票太知幾多歲，好無聊啦投票，邊個知啊？我問走邊咪知咯，你咁傻？太子 B 幾歲？我陣間私底下就問去 DC 問走邊，18以上，18以下。大家睇佢行為舉止，覺得佢似幾多歲？好玩！我哋今日估年齡好冇？我哋今日大家估大家年齡好冇？大家估大家年齡，冇人想知，冇人投票。呢個投票冇人去撳，因為冇人想知，點算？唔好喊，18以上。不過上次話緊台又嚟，又可以黐線啦個台。不過上次行街仍然俾我叫埋中學書，係咪啊？你咁大個人，仲俾人問話買唔買中學書？認真咩？真咩？係唔係啊？粗咁大，我38歲俾人問買唔買書喎？日本75% 覺得你18歲以上，25% 覺得你18歲以下，得4票，咁冇少人，點解？咩都18以上，咩叫咩多？即係你自己多。人均16歲，有冇得睇㗎？我有冇得睇大家幾多歲㗎？有冇得睇後台資訊？大概個 range 係幾多？睇下先。佢一睇咩？睇啲男女啊，你知？因為唔好睇啊呢啲，好麻煩呢啲嘢。而有啲好專業嗰啲咧，咪會分析嗰啲後台數據，然後去睇下自己本身嗰個視聽者嗰個資訊啊，喂，我講乜春啊喺度？睇自己個資訊，跟住之後去分析翻自己個直播應該點樣做。我係零去做，我冇做呢啲嘢，我想。
我真係我做咁耐 V 都真係鳩鳩地啊！發現自己。我睇下，我哋下公開自己後台數據先，好危險。師兄姐 ，OK，上圍地區，喂，仲係日本吓？仲係日本多啲而家？點會啊？睇我嘅人，日本係40.8%，邊有可能啊？我全部都講中文㗎而家，佢聽得明咩？聽唔明啊？連性別75.4係男性，24.6係女性。我真係冇兩睇喎，點解啊？因為我係女 V， 其實我係男人嚟嘅。年齡分佈不嬲 ，Google set 多10歲，即係太子已經去到幾百歲，係咪有？我睇下年齡。live 睇開台啊！開台，哇！開台嗰個人數極直跌喎，人數開台睇直播嘅話，女人係得2.6%，應該都係巫師啊、媽咪嗰啲啦。但我唔難保佢哋開咗個男性 account。男人係97.4，你啊，你哋呢班人啊，竟然有女觀眾，有巫師同媽咪咯，仲有邊個？雷羅咯，內月咯，冇啦，咪圍內啲 friend 啫嘛。個 friend 窒咗下，但係喺度唔想認佢哋係 friend， 圍內啲 friend 啫嘛咁樣。跟住年齡方面呢，13至17係0%，哦太好啦！但係假㗎，個年齡，喂大家填個年齡應該係假㗎啦，係咪啊？唔會填真㗎啦，係嘛？我都唔知喎。18至24歲35.4%，25至30歲，等陣先45至54歲。你好啊，呢個真係師傅你好啊，年紀咁大，日日聽到喺度講粗口，好似唔係幾好。25至34歲58.5%。and then 35至44歲係6%，竟然44歲都睇到咩料啊？你可以出翻去啦！你唔明我呢年輕人講啲咩㗎？地區咯，冇啦，冇特別。live 開台香港最多啊，61.3，但係如果 short 就83。係啊，喂，我想講嗰首咧，羅利神咧嗰個點擊率超勁，流量密碼咗無啦啦俾人。突然間俾人流量密碼咗，我自己都冇 check， 我就講錯，真係所以真係唔 check 自己啲嘢，無啦啦變咗2467啊，黐孖筋嘅，嚇死我！我點解會知呢？尋日佢 YouTube 咧每個星期日咧都會有份報告俾翻嚟嘅，即係話俾你上個星期做啲乜柒咁樣啦。咁我碌啦就睇下啦，佢出俾我咪睇下咯。我上個星期好犀利喎，咪最近呢幾個星期都係咁。上個星期出咗3個 short，14個直播，1個投稿即係嗰啲 community 嗰啲啦。跟住我就碌下，覺得咩最多人睇嘅係乜嘢？我以為都係平時啲直播啦，百零咁樣啦。佢話唔係啊，係你走 short 啊，有2000幾，跟住我先至嚇屌2000幾，邊度嚟2000幾？跟住原來嗰羅利神俾人流量密碼咗，不過都唔算流量密碼啦，你真係流量密碼嗰啲上萬㗎啦，啲2000幾細藝，不過都好過冇啦。平時我都冇乜人睇呢啲嘢，所以證明羅利係好東西係咪咁意思？全大家嗰個心目中都覺得呢樣嘢係好嘢，危險啊！女觀眾都女觀眾咪都係睇都係 V 睇，係。尋日嗰啲過千歲剔唔到啊！有老人家㗎，咪你自己要唔要？九叔要唔要裝個平安鐘俾自己啊？2000幾拍，我就真係都係拍手。因為呢排興嗰首歌。而且呢又唱好多人睇，係咁啱碌咗佢一次半次啊，享受下呢啲流量密碼嘅優惠啦，一次半次好嘛冇 Anson Hi 好耐冇見到喎，做乜咁耐唔上水啊？係咪咁耐以嚟睇咗第二個女人啊？即係碌過入嚟一次之後呢，留一次，然之後呢就諗住得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再去睇其他女人係咪？我話俾你聽，呢條女好小氣，會記得大家啲嘢，所以你唔嚟睇台係會知。好耐冇嚟過啦喎，你真係好耐冇嚟過啦喎。
你真係好耐冇嚟過嚇走，嚇走咗嘅即刻拔腿就逃，我屌黐線㗎咁樣。今日係10月11號羅，點解10月11號係羅曆日啊？因為點啊？因為點啊？有咩證據去顯示呢件事啊？唔好鳩噏喎你玩人妻嘅喎，太子唔好鳩噏喎。點解係10月11號？因為點啊？我差唔多放飯耶！我嗰個縮圖畫咗一條線，個草稿入邊嚟講，好快啦！哇！呢個真係好快。老初見啦，睇過啦。你知之前好似係，如果冇記錯，好似係工作台嗰陣時入過嚟都係。如果冇記錯嘅話，如果有記錯就對唔住啦。Hello， 先話 Hello， 放未？今日咪放早？我報冇得㗎，星野源。屈臭太子，佢自己尋日扮曹操關咩事？你啊扮曹操唔玩人妻，10月10號太子人妻日，初見大神咪夠啊！屌你，唔係初見啦，佢去 D.C. 㗎，因為 Anson 又係 D.C. 㗎，做咩？即係你哋連自己啲朋友都唔記得搞錯，跟住佢開始唔講嘢，避而不談，一入嚟審犯咁審，一入嚟就喺度審，做咩唔睇我台啊？咁樣嚇到走咗。唔緊要啊，唯有佢有去 D.C. 應該都知咩料噶啦，係嘛？仲有幾耐食飯？仲有10分鐘食飯啊！先王食咗飯未啊？問下啫，唔准問，不如俾你問，咁多嘢唔問。啊，補翻先，尋日同人玩太癲，我都唔記得咗。先王多謝你嘅道理啊！多謝你嘅道理啊！放咗啦，今日晏晝堂咁啱休稿，哇正，快翻屋企。通常我呢啲時間就即刻衝翻屋企，正啊！我嘅話，先王可能冇喺呢度好耐，唔太知。我真係好接到，你都知日本呢買嘢好方便噶啦，上網我接到係唔出街，我已經好耐冇出街，又唔講。初見一入嚟就問邊個係洗衣師？你哋已經破咗人與人之間最基本信任啦！你個仆街，仲好意思講？今日唔準啊！今日唔準黐線好冇？我哋嘗試正常翻少少咁多都好冇？唔係喎，佢已經唔喺 D.C. 入邊啦，佢真係走咗咯，唔緊要啦。佢真係冇咗喎，唔緊要啦。
而家做緊咩呢？而家就畫緊張縮圖要用嘅圖案，唔係圖案，尊重插圖圖案人嚟呢啲。輕鬆，今日日頭就輕鬆啲先啦，好眼瞓，食埋個飯先錄音啦。工作台係包埋錄音，係好犀利。我都未試過，真係未試過喺 YouTube 一路錄嘢一路開台。其實唔開得嘅，冇時間啦，掛時數啦。難得我肯做嘢，啱唔啱先？我都好少出街，翻學勁忙。By the way，你啲係喎，都收台啦，你先同我講。你不如下你先同我講啦。爆你哋咪先，瞓醒未？爆你哋咪，一嘢爆鳩你個咪。唉，是但啦，就擺出嚟啦。俾人呃咗，以為日本大學好 hea。我覺得都好 hea啦。唔係，可能你唔同科啦。可能你唔同科啦，我覺得都好，其實我覺得都好 hea。如果你問我哋結束咗個投票先，所以大家都覺得太子應該係唔係大家有6成人覺得太子18歲，成4成人覺得太子係18歲以下，18歲以下就識玩人妻西鳩你嚇親我，遲講好冇講。至於日本大學咪係，我覺得日本大學算好 hea 啦，佢啲 GPA 又唔係真係攞嚟，又唔係真係嚟計分嘅，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攞嚟話係咪 GPA 嘅，係咪 GPA 嘅？好似係佢啲 GPA 就算低都好，都唔會話唔俾你畢業嘅。反正我間啦，其他我哋唔知啊，所以我覺得都算好 hea 啊。我咯，至少我嚟講係好 hea 咯，唔係好返學嘅嗰陣時。之前講過都係拉到條線，我7成出席率就真係啱好返7成嘅算出數咯。我頭18以下㗎，我而家一個禮拜16堂，好似返16堂咁多，即係日日都要返啊？唔係啊，你第一年可能 Year 1係咪 Year 1係嘛？Year 1應該係長啲嘅，之後就開始得閒嘅。Year 2 Year 3都好得閒，得閒還得閒咯，跟住之後冇錢啊嘛，出去打工啊要。返學得閒啊，打工忙啊，忙到冇乜時間做佢嗰啲功課。不過好彩之前有底啊，啲學校啲功課通常講起我學校啲功課咧，佢哋一個 Sam 咧就一份功課，因為設計我唔知其他啲嘛，我冇讀過其他啦。跟住佢嗰啲設計嘅就一個 Sam 一份功課咧，啲同學咧係由第一日開始好努力咁做，其實我唔係，我次次都係最尾個星期先做，總之做一次就算噶啦。比較 hea，我真係勁 hea，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當係一個參考指標，零參考價值。條女爛到爆炸，咁多堂，Year 1要返埋，星期4、6啊，咁癲！唉，咁你真係要多多休息啊，先冇，辛苦你啊，先冇。我 Year 1都冇咁長，係咯，咁多堂唔要人妻，唔好再掙扎啦，大家已經深知你嗰個形象。Takashi 佢話嘔心嘅珍珠披薩，等我陣間見到卡嘅時候同佢講先，有珍珠披薩快試。Luna 係咪放飯 break？ 係啊，放1個鐘，食完飯再開台。陣間開台我好攰，我都聽到應該大家有跟開，我知今日真係攰，聽得出應該真係攰。1個鐘食1個鐘，陣間收翻埋周表先。係我周表白色嘅喎，睇唔到字，而家先見到。香港2點3，即係日本3點3。開埋下晝嗰個，下晝開錄音我哋，好唔好？大家 BBG 陪我錄音。18歲以下玩人妻廿跛，我要 Luna 都係人妻喎，
點睇 ？Luna 得人妻喎，咁你要唔要？跟住呢個矛盾大對決啦，我唔要人妻，但係 Luna 人妻啊！但我唔想要人妻，但係 Luna 人妻點算？點揀？哇！呢個我哋臨收台之前問一個危險嘅問題先。點搞？我返到屋企坐低睇啦。陣間食咗飯先啦，一齊食個飯先啦。先話食咗飯未啊？開投票啦！開投票啦！開投票啦！快啲投 ！What the hell？ 返到屋企坐睇，坐定喺度，坐定喺度睇，一齊聽我鳩噏，同埋一齊聽我唱歌，好冇？有意我陣間可以玩估歌仔喎，因為咧和音嚟講咧，同首歌本身個聲係完全唔同噶嘛，即係唔知知唔知啊？和音同埋本身平時聽歌主要嗰條聲帶係唔同嘅，所以大家可以陣間估歌仔喎，我哋玩估歌仔環節可以估下我錄緊咩歌，好多大人影片都係我唔知啊，我唔想知。話邊個揀？喂，邊個揀撈啊？喂，邊個揀撈啊？屌啊！邊個揀撈啊？揀撈嗰度行出嚟，揀得出就認。小朋友全都要。九叔肯回，而家我同住個手人啊 ，suppose 我11票啊，快啲揀埋收工啊！揀埋唱首歌收工好唔好今日？上半場就咁樣好嘛？喂，快啲投啊！你班仆街，九叔肯回，我哋唱首歌先好嘛？和音自己再編定點歌，點會識啊？其實咧，大家真係冇諗到我咁犀利啦！編和音黐孖筋嘅咩？我唔識㗎，我聽人哋唱，跟人哋唱嘅啫，零技能。我係喺 Adobe 嗰個 app 嗰度咧，嗰個嘢度咧，去咗人聲之後，通常咧大部分歌去人聲之後咧，都有留翻條和音喺度嘅，因為喺和音通常都唔係擺中間條 track 度嘅。即係擺左右兩邊，因為去咗中間嗰條聲咧，通常啲左右兩邊就出翻晒啲和音出嚟啦，跟住就聽人哋嘅和音錄咯。黐孖筋，我邊咁勁啊！我真係零學過唱歌，零學過樂理，乜柒都唔識，樂器都唔識，真係乜柒都唔識。我真係乜柒都唔識，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覺得哇老豆好勁啊，勁條毛咩勁？喂，投咗未啊你班仆街？快啲我唱首歌就收台啊嘛！唱首歌就食飯啊！肚餓仔啊！啱先起身咋？你想點啊？認真唱先，啱起身可能把聲仲好過收台嗰陣時，因為收台之前成日講太多嘢。唱首慢歌，因為我好眼瞓，唔使唱慢歌啦，眼瞓仔。咦？個電腦叉電去咗邊度？唔緊要啦。唔係喎，好緊要喎，叉下先。陣間要攞部電腦去錄嘢，係咪？叉下先。哎呀！叉嘢先，一路食飯一路叉定一。唔使等，13個人。嗨，食完飯係咪食飯？準備食飯定係食完飯？和音自己我都唔知喎，唔知喎。我之前之後，喂 ，Uri 快啲錄翻和音俾我，屌，拖我幾時啊？頭都打落嚟啊！我之後唔得閒就唔錄啦。如果唔得閒就唔錄啦。你唱埋嗰份，你唱埋嗰份。又唱呢首冇咩歌識唱嚟唱到嗰啲，跟一台就知，跟一台多就知。其實條友唔好識唱好多歌嘅，唱嚟唱到嗰啲，仲唔係掘翻嗰啲史前嗰啲歌出嚟唱。水，飲啖水。嗰個頭撈嗰票係邊個嚟㗎？出嚟自首，頭一出就要贏 ，OK。竟然多揀撈，哇 Hunter 仔就係個叛徒，唉，攬出嚟都飲唔到 sorry。必要とされることもないそして私はこうして一人ぼっちであの時あなたはなんで言ったの届かない声
離さないでぎゅっとあなたが好きもう一度だって笑ってくれないのあなたのぬくもりが消えちゃう前に抱きしめて食飯食飯之後我哋再見啦。如果你得閒嘅話，我哋陣間食完飯之後再見啦。個高音 good 啊 ，OK 啦。做咩事啊？誇群再現係咪？好，我哋個結果有一票好明顯有一票係 no 啊。亨拿仔可以收檔啊！大家攞把刀去斬亨拿仔。yes， 謝謝花神收數嘅愛線，多謝千無嘅白色心心，多謝 Night Chain 嘅拍手。辛苦一定結，唔辛苦做咩辛苦？唔辛苦做乜嘢？玻璃 fans， 自己揾 U 兒攞，唔好搞我。多謝情 B 嘅心心，好，我哋陣間食完飯再見啦，冇彩蛋啦咁啊，因為我要食飯啊，食完飯啊，仲要錄音啊，媽咪勁多嘢做啊，做得勁慢啲嘢，有眼瞓喎，討厭，拜拜。無敵の笑顔でラスメディア小さな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こと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今日何食べた好きな本は遊びに行くならどこに行くの何も食べてないそれは内緒何を聞かれてものらりくらりそうだんだんとだけどさんさんと溝で見えない秘密は蜜の味あれもないこれもない好きなタイプは相手はさ答えて誰がお好きになることなんで私わからなくてさ嘘が本当か知り得ないそんな言葉にまた一人落ちるまだ好きにさせる誰もが目を奪われてく君は完璧で究極のアイドル金輪際現れない一番ポスト生まれ変わりその笑顔で愛してるで誰も彼も虜にしてゆくその瞳がその言葉が嘘でもそれは完全な愛はいあの子は特別です我々は花からおまけですお星様の引き立て役 B です全てがあの子のおかげなわけないしゃらくさい妬み嫉妬なんでないわけがないこれはネタじゃないからこそ許せない完璧じゃない君じゃ許せない自分も許せない誰よりも強い君以外を認めない誰もが信じあかねてるまさに最強で無敵のアイドル弱点なんで見当たらない一番星をやっと知ってる弱いことなんて見せちゃダメ知りたくないことは無説に唯一無理じゃなくちゃいやそれこそ本物の愛得意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流れる汗も綺麗なアクアルビーを隠したこのまぶた歌い踊り舞う私はマリアそう嘘はとびきりの愛だ誰が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信じてる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
話咗冇彩蛋咯，成晚又唔走，即係逼我 OT 多1分鐘俾你係咪？食飯啊食飯，我哋陣間見啦好冇？我哋陣間一齊錄歌好冇？拜拜。